佛成佛20僧。學會依師父釋淨空老和尚教導，力倡當下成佛之法，製作本卡通片。若今生不能出三界，再成佛的機緣要等無量劫後。為什麼？一、良師難遇；二、自心的墮落，因私欲而惡多善少；三、環境的更污染，所以再生一世不如一世。到那時，佛法難聞，隨業流轉而不自在，苦不堪言。世界的環境越來越壞，為了工作求生，彼此的接觸越來越密切頻繁，鬥爭也越來越激烈。更壞的是，衣着少而露點多，物及欲的衝動，視婚姻為兒戲，子女無教無育，倫常不在，而失去人性。我們無量劫來無法脫離財色名食睡而不能證得，是多麼的悲哀。師父出世教導我們，千年難遇，苦口婆心說法50餘年，到處奔波，為世界為眾生貢獻自己所能，喚醒痴迷的廣大群眾回頭是岸，力倡世界和諧，消弭戰爭及鬥爭，全力推動弟子規，造成佛的基礎。願天下眾生放下屠刀，隨師正道，得大自在。本片製作2年，特獻師父上人84華誕與說法50餘年，學生等獻此薄禮恭賀，並恭請師父笑納。師父，你是世界明燈，我等的大導師，以你當下自在，喚醒痴迷眾生。阿彌陀佛。念佛可免難。清朝時候嘅吳山有一間算命館，算命先生叫做吳允升。吳先生除咗為人指點迷津之外，同時亦都好中意勸人念佛。平常人如果能夠將阿彌陀佛嘅佛號念得好，就係上等嘅好命人啊！吳先生，你係咪講真㗎？句句實言。好，咁我從今以後要做好命人，努力用功念佛。咁就太好啦！有時候吳先生亦都會同人講起自己念佛嘅真實感應。講起嚟，
我呢條命都係念佛念翻嚟嘅。哦，點解呢？我後生嗰陣時，原來吳允星係徽州地方嘅人，年輕嘅時候時時喺蘇杭一帶做生意。有一次，佢喺虎丘遇到一位出家人。呢位居士，請你留一留步。啊，師父，你叫我啊？有句話唔知你願唔願意聽呢？啊，師父，你隨便講啦。居士你相當有善根，只可惜你29歲嗰年會遇上一場水難。當時吳允星聽咗之後，心裏邊就非常之害怕，就請求師父教佢免除災難嘅方法。嗰位師父諗咗一陣，先至同佢講：你從今以後就應該要戒殺放生，並且要虔誠念佛，加持大悲咒，或者可以免咗呢個災難。吳允星聽咗之後，就每日照住咁做，一啲都唔敢偷懶。同時，佢又諗到念佛嘅好處，就經常勸人念佛。到咗佢29歲嗰年，因為要趕返鄉下，吳允星就喺江乾呢一度搭船。吳大爺，你快啲上嚟啦，船要開咯！吳允星上咗船，船上連埋佢一共有17個人。唉，呢位先生，你呢趟係咪翻屋企啊？係啊，你呢？哦，我都係趕翻屋企啊！船行走咗幾十里，有啲人喺度傾偈，有啲人閉目養神。呢個時候，忽然之間颳起狂風，並且潮漲起嚟，兇猛嘅巨浪不斷咁打過嚟，眼見住船就快要沉啦。呢個時候，吳允星忽然之間諗起師父講俾你聽嘅話，急忙咁合掌念佛。阿彌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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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彌陀佛。過一陣，船就沉咗啦，所有嘅人都跌咗入海裏面。喺昏迷之中，吳允星聽到有人咁講：吳允星勸人念佛有功，可以免除呢場災難。當吳允星擘大眼，發現自己已經俾漁夫救咗起嚟，手中緊緊握住嗰串平時計數用嘅念珠。因此，吳允星就嚟到吳山，開咗呢間算命館，藉住談論命理，向人介紹佛法。後嚟，杭州一帶嘅念佛風氣非常之興盛，城市同鄉鎮之間互相感化，好多男女老少都中意念佛。大家都講吳允星嘅功德實在太大啦。